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衝鋒 B 電子小教室，我係你哋嘅老師衝鋒 B。今日我哋會講2026 iPhone Trade-in 全攻略。最近出咗 iPhone 17，舊 iPhone 點放最抵？Trade-in 定賣現金？原來差好遠。等我衝鋒 B 同你哋介紹一下最新手機 Trade-in 服務比較、二手回收價同注意事項。Trade-in 服務比較顯示，豐澤 Trade-in 更彈性，回贈多兼有價格保證，而一般零售商則需即場換機，選擇較少。同一部 iPhone 手機嘅回收價可以差幾千蚊。以 iPhone Pro 系列為例，高低價格一目了然，方便大家作出比較。放機之前，記得備份所有資料，登出 Apple 賬戶，同清除手機所有內容。信用卡優惠同樣好關鍵，例如網購回贈同迎新優惠，隨時可以幫你再慳唔少。想知你部 iPhone 值幾多？即刻查 Trade-in 報價再決定。